連續2日命中。FSLR 強勢爆星股篩選，5月22日至26日實戰記錄。5月22日推介價$248.88，時機評分9/11。當晚即爆升$8.97，收市報$257.85，升幅3.6%。即時推送 Telegram 頻道率先發布，翌日5月23日再次命中，系統持續選中 FSLR， 股價一路向上，到5月26日已升至$269.95，總升幅$21.07，升8.5%。推介至今連續上升93%以上精準命中率，每星期5隻以上精選股，即時 Telegram 推送19:30準時發放，實戰記錄真倉驗證，立即加入爆星 PM730 付費會員，每日精選強勢股推介，獨家技術分析，時機評分，名額有限，立即行動，每日10隻精選股，準時 PM730 為你送上，請立即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